喂，你冇嘢嘛？冇啊！你睇緊咩我啊？睇緊今年持有傳教節有啲咩搞啊嘛！持有傳教節2026，我哋今年特別延續翻舊年我哋慶祝派遣首批傳教士150週年嘅主題，所以我哋會透過感恩啦、再思啦、重啟，我哋特別再一次去深入啲去反省一下傳教士嚟到某一個傳教區，佢究竟帶嚟咗乜嘢嘅成果呢？而喺今年，我哋都特別透過網絡嘅世界，亦都話到俾我哋聽，原來都可以做福傳。所以今年嘅傳教節，我哋特別舉辦咗 Reels 嘅創作比賽，所以都邀請大家踴躍參與今年持有傳教節2026嘅所有活動，特別呢一個 Reels 嘅比賽。多謝大家！如果大家想知道啲持有傳教節嘅資訊同埋 Views 報名嘅資訊，就可以掃呢個 QR code啊！